好，又个是诈骗。新竹科学园区有会计收到诈骗集团假作因公司所盖批，也依照指示买回30万去海外考察，加在公司有发现，加动落来。查某人来柜台一遍免领60万，行员感觉怪怪，主动甲关心，煞害伊生气。警方来了解，才知伊是防诈骗。是你们不让我领，不是我不想领。没有不让你领，所以我说我想要确认。诈欺无所不在，以早拢是骗个人，即马诈骗搁再翻新，有境外不法集团上准产业界，特别是科技业，已经有抵科的企业受害，甲公司超过30万台票的资金汇出去，险险有不法的诈骗集团变起。假冒公司的负责人或高阶经理人来说，我们这边有一些生意要合作，那要求公司说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有一笔款项比较急，那希望你能够赶快汇款。我们预警中心的这个成立，我们主动的是做先从宣传来，让他们知道万一有事情发生，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去进行了解、防治，甚至是后面的追查。这款的诈骗手法，成立网络操作企业公开的电子批甲联络方式，用足亲像的口座。假作公司的负责人，假配合员工，要求加入咱群组，用经济付款这个话术，命令即时汇款去境外的口座。警方阁补充讲，诈骗集团所用电子配的口座，嘛可能和企业的口座一模一样。一个情形是，他有可能他的账户就是已经被盗了，所以他收到信件的账号就是跟公司内部的一模一样。那收件人可能他一时不察，他就也信以为真。因为境外汇款拢要开2天到3天，警方提醒讲要甲钱入定来，就要把握受骗了的黄金48点钟。检方嘛建议讲，企业牵涉到大笔的汇款，要有几下程的验证，和厂商的联络，嘛要有专人做联络的窗口，事先甲有方的工作做好，互诈骗集团无法度出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